唱一条歌，就是注定我的心内无惊吓自在。对大家拄着无风风浪的时阵，用一条诗歌来加增咱的同在，有一个大家讲，这是我的心内，免惊。准备来做礼拜，咱大家先把手机啊关机，再安静，再来读经。这是咱来听候上帝的话，走来。
行济人的路，无济5万人会为即号人有福气。圣诗是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67首，我诗学老上帝，请大家起立吟两首。使徒圣经，咱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上帝创造天地主宰。我信仰上帝，上帝的圣名，按耶稣，对信心敞开，对在生他的事，一路流表的平安喜乐，对信的喜安从正路，上帝对上有盼望，敬你。那最近的被兄弟发明，你的月亮在星光，西南，我信信心，信我的大卫，信我成功，随着下人，被我一万万年，阿门。非常谢谢。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咱做伙来体验。根据圣诗后8年第13天，也是诗篇的第51天，我来替大家来译。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边。你教你讲话时显然罪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信来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
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做你，若爱，我就要恨。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心。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即时谦卑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感谢阿罗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有大能力，你总是甲阮支持，带阮行过信仰中的关关格格，就亲像你带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同款。当以色列百姓真有信心遵行你的吩咐，威胁也是果成的时，你就为因完成大事，互坚固的也是果声门。声墙嘛拢倒平平。主啊，伫阮的信仰当中，总也是有一寡无好的所在爱改，但是亲像也是果神共款，足定足坚固。但是阮相信，我靠你，阮就会当得胜，因为你讲，阮是用权势，阮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你的神。主啊，这是对，我要倚靠你，圣神的帮助，有信心去行过阮信仰中爱改的所在。主啊，我嘛要为教会中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甲你祈求，求你医治因，因为你是阮的大医生。诗篇所讲，你赦免阮的拢总的罪，医好拢总的病。愿你赐平安甲快乐，帮助兄弟姊妹伫咧身躯甲心神拢得到平心，得到健康，搁得到医治。我嘛咧将你讲来甲奖，因为大火烧受影响的人，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你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一时的帮助。求你安慰遐个失去厝甲亲人的心情，赐快乐甲资源，帮助因重新来建立生活。阮也求你保守救灾的人，互因的快乐甲智慧会当平安救灾，而且伫咧困难当中嘛有你的恩典。主啊，伫咧阮做礼拜的时，阮将阮的心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信心来引带阮的礼拜。愿你的名伫咧阮中间最悬。阮的祈祷若是无完全的，阮用主家是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你的名，愿你的名声，你的福音大，你的旨意行，你的恩典真理力，愿你是咱的话，下面的保护，是我们下面的苦难，你的筹办的体系，是我们下面的爱。愿光传给你的众信徒，代代为主。阿门。圣经，咱来看圣经，约书亚6章第1到27节，咱做伙来看。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伫远国就关掉，
无人出也无人入。然后我甲约书亚讲，看我有将耶利哥甲伊的王，甲伊大力的勇士，拢交伫你的手。恁一切的战士着围洗即个城，一摆逐日拢着安尼行。即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校筒，行伫约柜的头前，到第7日，恁洗城7摆，祭司也着分校筒。因本角的声拖长，恁听见校筒的声，众百姓就大声喊，声上就要倒平平，别人拢着直直进前去。阮的囝约书亚叫祭司来，甲因讲：恁着举约柜，祭司7人举7支羊角的校筒，伫耶和华的柜前。佮甲百姓讲：恁着进前去洗城，早登去的着行伫耶和华的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讲说：即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校筒，行伫耶和华的面前分校筒，耶和华的约柜对伫因的后壁。早登去的行伫分校筒的祭司的头前，后队对约柜行，祭司哪行哪分校筒。约书亚命令百姓讲：恁毋通发，毋通互人听见恁的声，连一句也毋通出喙，听候我吩咐恁破的日，迄时才通发。对安尼，因互耶和华的约柜围城洗一摆，因就倒来赢盘，歇伫营内。天光，约书亚早起来，祭司也跟耶和华的约柜，举7支羊角的校筒，第7个祭司伫耶和华的柜前直直行，分校筒。早登去的伫因的头前行，后队对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哪行哪分校筒。14节，第2日，因洗城一摆，就倒来赢盘，逐日拢是安尼行。第7日，拍虎光的时，因早起来，照安尼洗城7摆，只有即日洗7摆。到第7摆，祭司分校筒的时，约书亚甲百姓讲：着发啊！因为耶和华用城交互恁啦。即个城甲其中一切所有的，拢着分别归互耶和华。只有枪支、蜡毫以及一切甲伊伫厝内的通活地，因为伊有抗捌咱所找的使者，恁伫应该灭的面，着家己警醒。行了恁摕应该灭的面，知到家己也做应该灭的，搁连累以色列全营也做应该灭的，来害家己，害着伊。只有金银甲金银甲铜铁的器具，拢着分别归互耶和华，收入耶和华的府库。百姓就发，祭司也分校筒。百姓听见校筒的声，就大声喊，声就倒平平。百姓就进前入城，逐人直入去，对安尼处迄个城。搁将城内所有的，无论男女、老幼、牛、羊、甲驴，拢用刀一尽射击。约书亚甲侦探迄个第2人讲：恁入去迄个枪支的厝，照恁对伊所咒詛的，带迄个妇人人甲一切属伫伊的，拢对遐出来。
迄个做侦探的少年人就入去，带老何甲伊的老爸、老母、兄弟，以及一切属于伊的出来，也带伊的亲情出来，互因住伫以色列的营外。因就连火烧即个城，甲其中一切所有的，独金银甲铜币的器具，拢下伫耶和华厝内的库库。约书亚就保全上基、拉合甲因老爸的家眷，甲一切属伫伊的活命，因为因有抗捌约书亚所册偷看耶利哥的使者，伊就踮伫以色列中间到今仔日。当时约书亚对众人就大讲：既然起来起造即个耶利哥城的，就伫耶和华的面前受咒诅。伊下地的时，要死大囝；下门的时，要死煞尾囝。耶和华甲约书亚30字典，伊的名声满伫伊所在。赞美，并用专心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来领着全心来跳出。
讲道海命生命中的英类，请由牧师发言。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准备要经过即个旧历年的新年啦吼，搁一个待久的时间，我相信兄弟姊妹一直种兴奋的吼，因为咱要来团圆吼，全家合家愿住宿吼，拢会当得到平安。我会记往年吼，咱教会拢伫即个新正的时阵有发一场即个家庭礼拜吼，今年佫提早吼。伫个今仔日咱就发吼，所以有一张咱周报业，一张咱先摕起来看吼。有做一寡调整的改变吼，所以希望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执行啊吼，咱做伙来做。吼，才有写吼，咱南国基督长教会2025年新春家庭礼拜。吼，即个时间就是咱为即个过年，即个咱除夕夜吼，迄暗就会使开始做即个家庭礼拜。吼，当然期待当然咱也有法度逐工做同好啦吼。我相信无啥可能咱就逐工做，总是咱会当比如讲，咱伫咧即个团圆的时阵规类咧食火锅啦好吼，食即个暗顿的时阵吼，咱合家拢伫咧即个咧食饭进前会当短做一个礼拜吼，拢写好啊，平时拢写好啊，吼，真紧吼，护士安尼试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就会当结束啊，吼，所以真毋望咱兄弟姊妹吼，咱就会当哪准备吼，菜色拢选得好啊，吼，即个咱的即个厝内面的人拢一盒啊，吼，要准备食即个年夜饭吼，先来做礼拜，吼，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食饱，年夜饭食饱，吼，咱来做礼拜，吼。
进前牧师的家庭也是讲伫咧即个阮牧师娘的后头厝的家庭拢有做。牧师娘的家庭后头就较济人因咧差不多20几个伫遐做一个礼拜。好，佫一个就是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咧做礼拜的时阵翕一张相。你若有参加康家小组，你就传互你的小组长除夕迄暗就会当传隔顿工咱做亲情礼拜牧师就会放 PPT 咱会当录音，咱会当咱有刚刚的制作，暗时去制作，迄应该真紧啦一家，咱就会当摕安尼一家摕安尼讲，阮有在做家庭礼拜这是今年咱做一个新的突破咱要即个为即个将团圆饭的时阵咱先做家庭礼拜，而且起祭坛来敬拜上帝将即个来载落去即礼拜后礼拜咱拢会搁宣传毋茫咱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当做阵翕一张相，寄互你的小组长，寄互你的会长，会长寄，是讲你直接寄互牧师，两位牧师拢会使阮会紧整合起来，咱一家，咱会当伫咧教会官网会当放互咱看，咱做礼拜的时阵会提醒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好毋好？好感谢主即张今仔就会当炸落去，后礼拜嘛会搁印即张咱就炸落去咱就炸落去，伫遐等待即书可能爱家己制作啦咱若无你就是摕落去了后家己制作大家分一张若真正有需要的嘛会当甲干事来配讲可能佫需要3份、5份、10份会印互咱。摕转去咱做家庭礼拜来使用做家庭礼拜会记翕一张相翕一张相。好，这是牧师伫遮来报告的一件事伫咧进前咧讲到进前三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即个特别有意义，咱起祭坛新正即个除夕夜开始你若讲可能除夕夜无法度咱就紧一天亲戚朋友拢总来咱兜的时阵，做一个家庭礼拜爱用一张做一个范例咱来学习进前差不多是即个过年迄感觉较快后来牧师们想的讲，咱会当较早一点，兄弟姊妹先知影即件事咱备办好势咱的心准备期待伫遐做一个礼拜所以咱兄弟姊妹做伙伫遐来分享。好，将即个互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好，今仔日我用即个太阳生命中的儿女，要帮助咱兄弟姊妹透过即个约书亚记第6章你有发现牧师是一章慢慢讲，甲我讲，咱会当发现约书亚其实就是咱人生的写照，伊的一生在奋斗的过程中间，伊成做一个即个领导者。伊成做一家之主伊伫迄个过程带领的过程中间，就敢若亲像咱的人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所以会当透过约书亚记来反映咱的人生。我感觉这是真水搁好的一件事，帮助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即个讲题太阳生命中的营类儿女儿女就是真坚固。咱这个牧师会解说。好，请咱三个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眷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年头到年尾，互阮伫新的年、新的一年开始，也就是旧历年要来临的时，你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的名内面来成长。主啊，阮生命内面有太多，或者会坚固的儿女。阮无法度伫遮来突破，恳求圣神甲阮三甲弟弟来帮助阮，会当透过今仔日即个故事，帮助阮的师傅做主你的关系，愿阮会当来顺探主你的旨意。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会记顶礼拜牧师讲到约书亚拍败伫咧耶和华军队的即个
带领首领元帅面头前交出伊的迄个领导权，将伊的性命所有的即个代志交出伊的领导权，嘛像咱共款，伫咱的性命内面，咱交出咱的领导的即个权，就是啥？咱的性命主导权交互啥？交互咱的上帝啊共款。所以，煞车咱来看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要安怎带领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进入即个耶利哥城，要攻打迄个耶利哥城。在解说这段经文进前，其实咱有一个问题爱先处理。这个问题是啥物？就是耶利哥城会倒落来，是真诶假？咱若看圣经今仔日的记载，你就会感觉讲，这合，行到细细就倒落来。那用一般人在看这个故事，一定会感觉讲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这个故事啦，故事册人写写。现在你看，今日基督徒，咱的信仰毋是建立伫神话故事顶端，是建立伫历史的事实顶端。所以，根据考古学家来发现，这个考古学家因发现讲，这差不多1950年迄阵啊，有一间考古学家，英国的考古学家，伫遐因发现讲，因咧看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即马其实都有伊的遗址都有，伊都有这个遗址。发现讲，围伫耶利哥城迄个足悬的城墙这个石头围迄个城石头真多，会当形成外墙甲内墙。同重要，这个砖角所放伫位置倒落去的位置，伫咧这个外墙的所在，所以提供讲，这个耶利哥城毋是攻破的，因为啥？是伊为外口倒的，遐石头啊是为外口倒，毋是为内面倒。若攻破就是为外口落，就倒为内面倒，但是伊个围墙是。真侪拢倒喺外口，就像咱这个墙共款，毋是为内面倒，是为外口倒。所以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证据。所以，佫有一个问题，耶利哥城，敢有可能一瞬间伫遐倒落？敢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啦，因为即摆咱特别拄着。做一阵也是讲，这几年咱拢看到迄个大地动5级以上6级，甚至特别到有7级的，所以大地动迄个过程，咱伫咧5级，咱就真恐怖的，感觉真恐怖啊！4月13迄天，地动迄阵我伫厝内面较紧就撞来到的看，倒有水入遮咧看，我嘛过来看这个咱这把这个吊灯安尼害。我为厝内面来甲咱的教会，这吊灯还阁咧害呢，所以可见迄个，咱台北市差不多5级左右我会记是5级左右迄个级数，所以当大地动来的时阵，真侪高楼大厦建筑物有可能伫几分钟内面就倒啊。所以耶利哥城伫咧约旦河的河谷伫咧迄个。地震带，这拢是考古学家研究出来，伫个地震带顶端，所以迄个地震带断层拄好伫咧耶利哥城的附近，所以咱会当来推论讲耶利哥城的倒塌有可能是安怎大地动所引起的。好，咱要讲设施大地动是耶利哥城倒落去的原因，其实若安尼来看，迄个事件有原是真正，咱来通知影。因为地动咱有爱早来暗来，早不来晚不来，拄好伫啥？以色列人百姓大声伫咧遐咧喊的时阵发生。无得来就讲，我说巧合啦。你若要安尼讲，我嘛无法度。上帝伫倒位，所以煞将咱。就来进这段经济，今仔日有较长咱读得较，这是咱这个拜中间读同长的圣经在啦，是不是？现在兄弟姊妹感觉呢？安尼你也打屁股这段经文牧师特别讲第6章说要互我进前我会想讲敢会读相同
安尼无啥连贯，其实我感觉咱就是将第六章安尼来读过了，你可能脑海内面就会当通好好知影，即个上帝的元帅安怎样来安排上帝，安怎样来安排即个耶利哥城的倒塌的即个过程，透过约书亚因安怎样开始学习相信上帝，顺汉主的旨意，所以。耶利哥城的这场战争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的战争第一场的战争。那太赢，当然对以色列的这个士气会有真大的提升的作用。若失败的，可能以色列百姓才会压兵哥因安怎兵败如山倒所以太赢第一场是真重要，所以。但是耶利哥城兵毋是遮尔简单，会当来拍败去，会当去倒去，伊无容易伫遐来攻破，过来差不多是排名头前的啦同第一位的应该是这个亚罗萨利的城墙，过来就是耶利哥的城墙。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悬大，阁真宽，守真容易，攻真困难。所以约书亚伫第六章第1节就甲咱讲，耶利哥的城门，因为以色列百姓来的时候，伊就安怎关好暗，无人出入。咱就会当通知影，伫迄阵的方法的年代，要安怎样攻破这个城，是无简单的事。所以耶利哥城的人附伫咧迄个遮尔悬大的、即个坚固的城墙内面，因无要出来相杀，咱嘛无法度，以色列百姓嘛无法度，嘛无有啥物款的方法会当来攻破迄个耶利哥城。所以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因伫遐攻破即个耶利哥城的方式，其实伫今仔日即个时代，咱会当来思考，咱要安怎学习。咱伫生活内面要攻破迄个所谓的你的生活内面的耶利哥城，这是真重要一件事。所以头一点有一寡法则啦，我这要甲咱兄弟姊妹分享。今仔日敢若2点的原则，要甲兄弟来分享。伫咱的生命内面，你要安怎样来开赢你生命内面的迄个所谓的即个赢率啦赢的。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咱爱清楚知影上帝伫咧迄个时阵状况内面的旨意甲命令。上帝定定有真侪水阁好的旨意伫咱的生命内面咧引带咱，有拄时也是命令。比如讲，疼厝边亲像家己，这是啥物？这是命令。你是毋是有疼厝边亲像？伫咧即个时代，上帝有真多伊的旨意，时常困合上帝的话，这是一款上帝的旨意啊。咱是毋是有来遵守的？当然，咱爱自愿啦，甘愿。迄个甘愿是咱会当领受着上帝听伫咱的生活。所以头一点的法则原则，就是爱清楚知影上帝伫即个时阵。伊的旨意是啥物？伊的命令是啥物？所以约书亚伫第6章第2节，耶和华甲约书亚讲，耶和华开始甲约书亚讲面对耶利哥城的人，附伫咧城门内面，无爱出来相杀。上帝主动对约书亚讲话，上帝甲约书亚有讲2个重点，这2个重点就是内心以色列百姓，因恁一定会大赢。上帝安尼保证恁一定大赢因为上帝已经将耶利哥城的人交伫咧以色列百姓的手内面啦。第二个，上帝要甲以色列百姓讲的，就是要安怎样突破耶利哥城、攻破耶利哥城的方法。迄个方法真简单，对不对？咱即摆来看真简单，就是安怎，逐工去说耶利哥城100下，可能真大真快啦耶利哥城。应该有2个人口，甚至3个人口了
好，洗一摆，哦，安尼洗。啊，第二天嘛是共款的，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拢共款洗一摆，啊，第7天爱安怎？爱洗7摆。哦，前头前6天洗一摆，啊，搁来除了这些爱分迄个扫角以外，其他的人拢保持安静。哦，40万人伫迄个过程中间，因爱保持安静，有简单无？亲爱的弟兄姊妹，咱要做礼拜进前，咱着安怎？做礼拜进前爱安静嘛，但是咱做礼拜进前可能阁有像仔代志想着啊，你哪会遮久无来，无看着你啊？咱无到100个吼，咧聚会，咱都会听到真侪声音啊，吼。啊，就部顶外嘛有啥咱安静吼，进入到会咧拜的时阵咱安静。吼，你看咱安尼少少人就无法度安静啊。哦，10万人、20万人、30万人，只要要攻打即个耶利哥城的人，上帝爱因保持安静。到第7天，洗到第7天的时阵，这时分扫角，迄声音啊拖长啦吼。哦，真长，安尼好，众人大声喊，耶利哥城城门墙就倒。迄个时阵，就会当进攻进入到即个耶利哥城。即个兄弟姊妹，你有感觉真奇妙？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个真欢喜对人讲话的上帝。伫旧约内面，上帝对亚伯拉罕讲话，对摩西讲话，对约书亚讲话，对撒母耳讲话。伫信仰内面，伊嘛对即个祭司腓力来讲话，对使徒保罗来讲话。上帝毋但对遮个先知、遮个使徒伫遐讲话，上帝伊嘛愿意伫咱即个世代对每一位基督徒伫遐来讲话。上帝会当透过圣经对咱讲话，上帝会当透过兄弟姊妹的分享对咱讲话，上帝会当透过咱心内平安的迄个感谢对咱的讲话，上帝透过咱的环境对咱讲话。咱即阵嘛有听，若无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毋是上帝无讲话，亲爱的兄弟姊妹，是咱无好好把握迄个属灵的天线，对准迄个属灵的天线，耳孔拍开，心内面的耳孔拍开，心眼拍开，就敢若亲像咱即马共款，哦，咱即马空气内面有真侪无线电波，哦，咱即个投影嘛是用无线电。后面咧传来遮投影出去，哦，这个咱有时在讲这种无线的歌，几句就会当讲。即个兄弟姊妹，咱虽讲迄个无线的看无法度摸着，但是咱却知影伊就是存在。咱只有拍开 radio 收音机，调好迄个频道，哦。然后迄个频道，咱就会当收听，就会当收听。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拢有一寡耶利哥城等待咱去甲讲话。有一寡人的耶利哥城可能是学校的课业，某一款的学科的物件，对你来讲，敢若亲像真悬大坚固的即个城墙，敢若咧考及格很困难。有一寡人的耶利哥城可能是工作顶悬真好。去突破的所在，就敢若亲像我拢一直答袂到头家的要求，出去拜访客户拢是安怎无效的，常时同事嘛无爱甲我合作。有一寡人的压力高城，可能是厝内面的人的人际关系，夫妇已经开始伫遐来安怎来冷战啦，哦，也是热战啦，哦，无所回合，就是无法度达到迄个共识。囝儿是说亲子的中间，婚姻的中间有真多的冲突，无爽快，但是佫无法度改善即款的关系。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外在真困难的环境，甲咱的内面常常需要安怎突破，常常需要开赢即个所谓的赢利啦吼，而且是咱我讲。坚固的即个赢，真坚强，真咱讲，即个真铁齿啦，真铁齿。哦，所以坚固的赢利，迄个赢类是就是迄个铁齿啦吼。
若用文书来讲吼，就是碉堡。哦，咱若做兵会兄弟姊妹，咱就知影迄个碉堡。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美国甲日本伫咧太平洋的即个真侪岛屿宾馆有真侪激烈的攻防战。美军常常用真优势的即个火力，伫遐一个即个岛屿来攻破。但是日本兵因伫咧每一个岛屿宾馆拢起真侪碉堡，咱若知影迄个碉堡内面，咱就知影真坚固。无简单会当攻破伫迄个年代。所以碉堡内面其实后面有真侪通道，知影？碉堡甲碉堡中间都有真侪通道会当通。我伫马祖做兵都捌拄过。迄个碉堡内面落去地下室出去了后，后来当然咧改善咧，有一个街道，有餐厅咧，有牛排咧。所以迄个碉堡起落了后，头前圆圆，但是安怎下骹真风雨。所以有真侪日本兵藏伫迄个碉堡内面。粮食也好，弹药也好，虽讲美军看起来已经攻占一个岛屿啊，但是库伫迄个碉堡内面的日本兵，犹原真顽强伫遐咧抵抗。除非安怎真正攻互破，人拢入去内面啊，伫遐一个伫遐下骹，伫遐拢总攻互破，无甲日本兵完全消灭是无可能的代志。迄个战争因为安尼嘛无算结束，所以上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当咱相信耶稣基督诚做你人生的救主的时阵，咱已经进入迄个上帝国度安尼。你要知影，咱已经进入迄个上帝国度，诚做上帝的百姓。但是咱的性命内面，还有真侪撒旦所占领的碉堡，坚固的营垒伫迄个内面。这坚固的营垒会阻挡咱去经历上帝咧享受互咱一款丰富的生命。所以，这坚固的营垒是啥物？就是自私、骄傲、无照相、苦毒、情欲、贪心、惊吓，等等好真多。所以，为什么咱的生活内面有一寡外在困难的环境，咱的生命内面，咱需要突破，在太赢过迄个坚固的营垒啦、营垒，有啥物款密切的关系咧？亲爱的孩子们，这是最重要。我举一个例啦，有一个人伫咧伊的工作顶悬，伊的单位顶悬，有一个甲即个顶面的主管，有一寡理念无相，伊感觉这无合理，伊无法度来执行，所以即个人就去找伊的主管要安怎沟通嘛。即摆安怎沟通？但是即个人伊用一个真生气、指责的态度，伫遐甲伊的主管伫遐沟通。愈讲安怎？本来真细声，愈讲愈大声，愈讲愈大声。大声到连隔壁办公室的人拢听真清楚，伊毋免打过来听，伊伫遐听就听真清楚，安尼你就知影大声。所以因为伊迄个态度，真无好的态度，将迄个问题的焦点开始模糊啊。虽讲伊提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真有道理的，但是因为伊的态度无好的关系，主管无对伊提出的问题有任何的回应。结果，这个人一气之下就安怎？伊就写，我要申请调离开要去其他的单位。伊的主管二话不说嘛，批准好，你去其他的单位。咱会当想象一下，亲爱的姊妹，这个人若去其他工作单位，是毋是搁拄到迄个无合理的时阵、无公平的现象？一定会嘛。伊一间公司内面，所以伊上惯用迄个受气的态度、愤怒的态度，伫遐咆哮的口吻，伫遐反映这个问题。伊的顶司会当来接受嘛？可能性真低，对不对？亲爱的姊妹，安尼就是伊再度将老板炒鱿鱼啊！伊不干了，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所以伊伫咧工作顶悬，差不多应该安尼看起来，百姓是
无如意的无欢喜的，伊会感觉讲所有的工作环境拢充满迄个是非不分啊、不公不义的现象。无即个好的工作环境，就是伊要时常面对的压力多啥。但是伊爱安怎开名讲好啦讲客，遮个工作顶悬的压力多啥？关键伫倒位？我相信兄弟姊妹咱拢知影，伊先爱处理伊生命内面迄个受气的影类啦。伊爱处理，伊爱处理无顺服官兵的即个营类影类，无伊伫外口的工作顶悬，难免一直伫咧迄个无法度突破，一直伫咧认为讲全世界拢对不起伊啊。亲爱兄弟姊妹，你要开赢你生命内面的压力多啥无？你要拍破你生命内面中的这个坚固的硬蕊无？亲爱兄弟姊妹，来求问上帝，上帝真欢喜会当甲你讲，要安怎样开赢每一个坚固硬蕊的方法。不过我要提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注意一件代志，上帝甲咱讲的方法，甲人的方法是无相同的，咱来知影。一般人会安怎样攻破迄个硬蕊多啥？咱来看咱圣经今仔日看即段经文，一定是安怎？古代攻城的方法，木马屠城记嘛，对不对？会记得即款也是讲云梯我迄楼梯梯一直一直抬，一直抬一直爬，一直爬有人用石车你跳起来，但是后面个人直直起来，安尼讲对不对？古早咱咧看古早抬即个镇静的，就是安尼。也是讲用插大木头，甲迄个城门骹口迄个城门安怎弄互开安尼，弄互开。但是上帝甲以色列讲的方法却是，你有发现无？是安怎？细声呢？安静呢？最后大声喊。即个兄弟姊妹，上帝要帮助咱开赢咱生命内面某一项困难的方法，其实常常毋是照着人的想法来做的。所以咱来看第二个原则，就是安怎？咱做伙来念第二个原则是啥？信之顺服，信之顺服，信而顺。这图片呢是蔡松辉牧师一个真好的一个绘图漫画伊透过信仰的反省伊讲顺服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功课，但是却是圣经时常来强调上帝主义的特质这是咱为虾米爱来顺服的。而且牧师甲咱做伙来分享信而顺服。说你是牧师啊，咱来想下即个问题。说你是牧师啊，当上帝甲你讲要攻破迄个耶利哥城的方法，就是爱你洗城，而且头前6天洗1摆就好，到第7天呢爱洗几摆？洗7摆，最后1摆爱大声喊，声像就安怎就倒落去啊？你有啥物款的感受甲想法？亲爱的姊妹，我若是教师我会感觉有点可笑安尼，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安尼，这种话我听起来实在真荒谬，对不对？洗城城就会倒，发的就会倒，逐天行，最后1天大声发，遮尔大坚固，我拄则讲着嘛，考古学来讲，迄围墙是真大、真大、真悬、真大的围墙会倒。人类历史顶悬从来无发生过即款的代志，但是约书亚的反应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伊带领以色列百姓照着上帝甲伊的方法，伊就照安尼来做。约书亚安尼做是毋是真戆？有点头脑不清楚啊，是毋是安尼？换一句话，今仔日咱若听到的话，可能会感觉讲，这个约书亚，这群以色列百姓太迷信了啦，怎么会这样做？其实不是啦，约书亚伊有一个真强的根据，照上帝话安尼来行。
因为安怎伫个生命内面有即款丰丰富富的经历，我毋知影你姊妹，咱是毋是有丰丰富富，甲上帝相拄生命有做即款的经验经历？我称做这叫做见证。咱每一个兄姊妹身躯顶悬，人生生命的路途顶悬，一定有真侪即款的见证。所以约书亚伊就开始回想上帝安怎样带领伊的祖先对埃及。安怎出来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甲有红海的旅程，后来埃及追兵的困境的时阵，发生啥物款的代志？摩西将迄个管仔安怎举起来的时阵，甲海安怎分开变大队，以色列百姓为大队行过去。搁较近的迄摆，就是约书亚知影要安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就是安怎因无船啊，嘛无有桥啦。约旦河迄阵啊是安怎错漏的时期，涨潮，因安尼要经过迄个中华的过程，也就是上帝甲约书亚讲叫光约柜的祭司头一步甲踏入去迄个水内面，约旦河的水内面的时阵，水顶上游的水动起来啊，来打去啊，因就安尼行过大。亲爱的兄弟姊妹，伫约书亚的经验内面，上帝怎样讲，代志就怎样成。上帝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相信无？有人讲，一个牧师牧回久啊，伊愈来愈袂相信上帝，因为安怎？哎呀，这个兄弟姊妹看病，就要挑剔啊！上帝求你管顾，但是伊愿挑剔。哎呀，这伊事业无顺利，上帝求你帮助伊的心情啊！哎呀，求主上帝啊！确实，这个通到这伊说书若无有甲上帝真水搁好亲密的迄个关系，伊真紧可能就会安怎消耗。最近牧师担任这个无有牧者教会的小的院长，有一间了后结束，今年新的一年我阁要担任另外一间叫文化教会，要去文化教会做伊个小的院长。伫咧咱的西区，即马有西区有19间教会，差不多有8间至9间的教会无有传到遮，有传到遮是真少年，就离开。甚至是特别像我即个年纪，就开始申请要退休啊。我有真深的想法，甲感受，为虾米无法度伫牧会过程中间，伫遐来应跟上帝，伫遐来虽讲知影有真侪困难的事，但是却无法度。即个兄弟姊妹，你我咱嘛是共款啊。咱有拄时啊，心思久久，咱讲要烦恼伊，有个人可能讲牧师就是安尼尔啦。免啦，就是安尼尔。我来做礼拜，我就感谢上帝。你著爱感谢牧师，你著爱感谢上帝。即个兄弟姊妹，伫约书亚的迄个经验内面，伊知影上帝安怎讲，代志就安怎成。7天对以色列来讲是真正信心的大考验啦吼。一天说一做，说一遍，啥物代志若无发生，一直到第6天嘛是安尼。你会紧张无？我若是约书亚，我紧张到要死啊！要安怎？第6天安尼，若拢无动静，连一块指甲若无落落来。你想啦约这今日高城迄个遐个人，伫咧城门顶悬、城墙顶悬，咧看因逐工踅一日。第一天可能真惊对不对？还有遮侪人咧踅咱的围墙，真好奇。嘛真疑惑因太安尼做，到底这以色列百姓俘虏你卖了什么样？为什么款会当我想袂到攻破这个城墙的方法？咱迄个刀子拢摕咧遐，看因安尼踅墙，都瞄准好了呢，不过后面迄几天大概因就开始咧笑以色列百姓，爬上来呀，赶快爬上来，你们这些以色列的胆小鬼啊！你们只会围墙而已。
是亲爱兄弟姊妹，当上帝应允还未应验的时阵，还未到的时阵，咱世间人一定会甲咱起笑。咱的信心也会受到真大的考验。所以其实这场的战争中间当中呢，毋仅是以色列百姓甲迦南人的战争，是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的战争啊，的征战。亚利哥城这个战役吼，这个真正太赢太输的关键是伫咧人的心，毋是伫咧这个城墙顶悬。上帝望来打败这个以色列人，赢过对伊望打败这个迦南人。你知影意思无？上帝会当用一句话就互亚利哥城立刻倒塌，但是上帝却用伊启示的方法来攻打亚利哥城。伊要教导这个以色列百姓学习这件代志，对不对？咱是毋是想了？上帝就甲讲，甲这个约书亚讲，明仔载我就要甲城用我倒，吼，恁等下等就好，一句就好啊。为什么上帝爱因安怎？洗一日，洗2日，洗6日，最后第7日，甲小可甲有一寡动作，伊要爱这以色列百姓学习瓦课。学习顺谈，学习听候的功课。我课主、顺谈主、顺服主、听候主的功课。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人的反应是安怎？因真正就照着上帝甲因讲的方法去做，而且安怎坚持到底。那行到第3天，有人讲：约书亚，我不玩了，你们玩吧。所以，因坚持到底，因学习顺谈，因学习听候，而且因学习信。所以结果是安怎？迄个城围墙真正倒落去啊！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因打了一个大胜仗，互迦南地全地的人听起即款的消息，拢安怎？丧胆啊，惊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到底。上帝怎样讲，咱就怎样做。虽讲一开始咱有可能无清楚知影为什么要安尼做，当咱坚持到底，最后看到的结果，咱就会当清楚知影。所以，相信甲顺服伫圣经内面是应该画上等号的。咱既然相信上帝是你生命内面的救主，咱就借着上帝的话，一步一踏印来跟对伊，来听候伊的命令。咱即摆咧传福音的过程也是同款，咱需要训练做的基督精兵。时间到了，上帝讲没有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咱的理想要定出来3年300人，5年500人？我知影有的兄弟姊妹在那边看风凉话。有可能咱时常就敢若亲像即个亚利哥城的人共款，为顶悬咧看下骹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为什么忙？咱却无愿意学习心来顺服。愿主来帮助咱，会当用基督的心来敲吹上帝对咱人生某一个坎站处境的旨意，选择照着上帝的方法来做，咱就会当经验迄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这2个原则，我拄则讲的这2个原则真简单，亲爱兄弟姊妹，这2个原则真简单。愿主来帮助咱，咱会当伫团结伫小组内面，有缘会当分享来思考，啥物是你现在坚固的定位？啥物是你必须要攻破的亚利哥城？咱是毋是愿意来学习顺服上帝，互咱做代志处事的每一个方法？虽讲有拄时啊看起来很愚蠢，伫人的角度来看，总是你若愿意顺服、安静学习，要安怎样来完成上帝所托付互咱宣告的使命？我相信咱就会真清楚知影。愿主帮咱。想事，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
特别新正会过年的时阵，咱会当看到拄啊看到即段的景节第6章约书亚记，咱过来好好思考，咱细汉到大汉读过的即个故事，咱愿主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来感谢彼得。向阮的主上帝，阮学到你，因为你是迄个行医疗医师的上帝。因为你的智慧甲慧力能力，阮无法度测度。我嘛恳求主，阮来显明伫阮生命内面有啥物款坚固的款的营垒，是阮需要爱去对的。嘛求主教示阮应该爱采取啥物款的行动去赢过这个坚固的营垒，帮助我会当借着信心有勇气来采取行动。而且想说，互我坚持遵行你的旨意到底的迄款的心，会当互阮有即款水搁好的经验，来经验你医疗的作为，伫我的生命内面来展现出来。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咱来吟圣诗219首，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咱来提起宣传奉献，你是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书前的同工，秘书江淑琪。
起立。现在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是做的内容。刚刚的事吼，本周交代书件是周秘书谢淑琪，因为咱事情是蔡依婷、叶恩群姊妹，新家人关怀是周云云跟蔡明荣姐妹，咱献花的是张佳慧姊妹，会前的领袖咱是香兰师母，献旗圣歌队，因创是咱育婴干事，咱的昨日11:15分有台语的声明主日学，是林慧茹纠课，带咱来做台语的成人逐日学。后礼拜，咱诗会是林香香技术，诗琴是赖胜娟姊妹，交代诗篇是阮贵宾加姚丽君弟姊妹，搁咱的新家人关怀是赖建志长老，张丽丽、杨小伟姐妹，献花是张佳琪姊妹。咱会前领袖嘛，大概是咱的牧师娘，平时是先挂队传来献旗，因况是育婴干事安尼。后礼拜咱是连头礼拜，咱就是9点半做会议。聚会人数较奉献咱家己来看。咱今仔来看本会的消息。本会消息第1点，教会咱的经典修缮，这期间请咱大家来注意安全，嘛请大家继续来采购奉献。第2点，咱信徒手册，已经放在咱的后壁的招待所啦，请有需要的弟姊妹甲家己来摕。咱的信徒手册有咱每一礼拜的服侍的同工事项的安排，你会使来看，排着你就会当来准备安尼。第3点是咱传道社区中有邀请咱成功之姐妹来开这个色铅笔的初级班色铅笔时间是咧咱今年的3月到5月2个月就过年了3月到5月3个月啦，3个月每一个礼拜四上午9点到12点，伫咱的2楼的教室所罗门教室，主要咱嘛是要来传福音啦来找咱这个辅导友来参加，请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来邀请咱的辅导友来参加来报名。第4点是咱今仔日下晡有举行第18届的中级训练，咱嘛是有牧师、因牧师、导牧师，搁有加盟长老来甲咱上课，请中级来参加。第5点，后主日下晡1点，咱咧开幼稚园的董事会，请同工来支薪来参加。第6，咱
1月29号拜三是咱的初一的新春的清社礼拜，咱是9点来举行，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嘛有需要咧通行证的兄弟，因为当时有开车啦有开车的兄弟姊妹，若是需要通行证的，当来甲咱干事来登记。因为有当时咱的路会封路，咱摕来甲干事摕通行证，咱会当入来。再来是第7点，咱请团体小组来提供咱旧年的施工报告啦，甲咱今年的计划来咱要做合会手册，请大家伫咧今仔日会当来提供。OK， 咱第8点有奉献插花的插花的有奉献插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会甲这所费来纳付咱的干事。第9点，中心会有鼓励咱大家咱教会有夫妇的会当来参加夫妇营这个夫妇营是敢若咱家己教会的人就是咱教会的夫妻啦，无甲别个来做伙专工为咱家己来办的。这夫妇营是8月15到8月17 3天伫咧饭店做伙来伫咧桃园的高尔夫球场的饭店，还是讲深坑的芙蓉饭店的。咱鼓励咱来参加，因为伊敢若有12对夫妻的额度安尼，嘛是敢若咱上济是16对啦，就是伊是限量的啦所以咱爱较紧来报名，如果咱咱较难报名就报袂着安尼邀请大家再来第10点。咱2楼的图书室，咱遮2楼图书室的册开放大家认领，大家来看，有啥物册想要看的，拢会当摕登去看。因为咱遮过年了会做检检，内底各项拢会做检检，大家来摕册登去看。好，咱关怀台岛的部分，咱请来为柯玉姐妹来代导。伊肺积水，伫紧急开刀，另外伫咧加护病房。第2咱来为美国的南加州大火灾的受灾户来代导搁第4点咱第一处调用兄弟姊妹有马来基、林学仁、数学人、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敏珠跟徐建庭、翁明达，咱嘛来为代表。段爷有陈淑玲、刘金荣、洪本展弟兄的妈妈。咱嘛继续为教会1楼甲3楼的检点来代表。奉献报告请家己来看，若是有订单的，咱来甲会计来做检检。咱来读典故，本书的典故，第就是6章27节，咱做伙来读一遍来。搁一遍来。上言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上言了咱知影万事，咱做伙为上名敬仰。Amen.
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岛，热岛下咱等后番结束，咱互相行点安尼。